日前来到嘉南药理大学，会使看到校内国际会议厅非常的热闹。这企业代表因拢是来参与由着中华制定安全协会甲嘉南药理大学共同举办的制定安全管理论坛，希望透过经验的交流，来减少公安的意外，打造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个论坛的主要目的是研习 PSM 里面所谓的制程安全管理，它是一个制程安全公司里面是以管理的手段，然后呢手法来这个帮助业界能够做一些制程安全上的改善。那这重大灾中心这次办的活动是从意外事件里面扎扎实实的结果来审视各公司制程安全管理的一个落实度，那所谓的绩效。那在没有零风险的那个条件底下，即使在每一个公司都会执行制程安全管理这个制度但是呢全世界来讲，都还是会发生零星的意外事故。但是呢，这是一个改善的动作因为现在企业也拢愈来愈重视职场安全，所以劳动部也希望企业会使透过制定安全管理的系统应用，来达到预防灾害的发生，同时加强工作的效率。那现在国际上大家所公认的，要对化工制程要能够达到发挥功能，那所谓的制程安全管理就 PSM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方式。所以我们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有鉴于这种发展的趋势，我们在全力的在推动我们相关的制程业者应该要好好的推动，要引进，要精进我们制程安全管理。那制程安全管理里面涉及到很多技术很需要很多的专业那个智能目前我们在台湾在推动的初期，那这方面很需要我们各界一起来投入。除了论坛的交流分享，现场安排了各领域的厂商来展示安全管理系统的产品，运用无共面向的产品来加强职场的安全，同时也希望透过学校的教育，培养出职业安全管理的人才，为台湾打造安全就业的工作环境。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